非常好。
地面上那个吧，对，这个刚好，这个。对对对，刚好你俩就对两个字就行，后面就不会偏台了，是吧？对。那这第二个吧。还有呢？第二个。等一下，可以直接走吧？休息吧。可以直接走啊。快！可以吗？吉祥安康。可是
不知道咋回事卡了，因为手机好烫，应该手机太烫了。